大家好，今日我想同大家傾一傾一個近年香港社會好多人都關注嘅議題，就係簡樸房條例。呢個條例一出，我聽到坊間有唔少討論，有人支持，有人擔心，甚至有人誤解佢係加租令。但如果大家真係細心睇清楚條文，就會發現簡樸房條例其實係一個保障住戶、提升生活質素嘅重要改革。先講翻背景，香港劏房問題已經困擾咗好多年。根據政府統計，現時大約有20幾萬人居住喺劏房，面積細、環境惡劣、消防安全不足，仲有好多黑廁、冇窗嘅情況。住戶唔單止生活質素低落，仲要面對業主亂收水電費、租金隨意加嘅問題。政府喺2024年施政報告提出簡樸房概念，目的係透過立法為劏房設立最低居住標準。到2025年9月，簡樸房條例正式通過，並於2026年3月生效。條例要求所有分間單位必須符合基本安全、衞生同空間要求，先可以合法出租。違例者最高可罰款30萬元，甚至監禁3年。呢個背景反映咗政府係想正面回應劏房住戶多年嚟嘅困境。即我哋一齊諗翻呢條條例嘅初衷。簡樸房條例咧，唔係要消滅劏房，而係要令劏房升級成為有基本尊嚴嘅居住空間。條例咧規定咗幾個核心要求咧，最小面積咧要有86平方尺，唔再係棺材房，樓底高度至少2.3米，避免壓迫感，必須有窗戶同獨立廁所，改善通風同衛生，仲要有獨立水電表，杜絕亂收費，走廊闊度至少0.75米，保障消防逃生安全。呢啲要求咧唔係奢侈，而係最基本嘅生活尊嚴。政府希望透過簡樸房認證咧，令劏房唔再係劣質房，而係有最低標準嘅房。有人擔心業主會以合規為理由加租，呢個擔心我係理解嘅。但事實上，政府早已透過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為劏房租客提供保障。根據條例，首租期2年內，業主不得加租；次租期再2年，租金加幅不得高於估價署公布嘅全港私人住宅租金指數變動，上限為10%。仲有一條好重要嘅規定，就係禁止業主濫收公用設施費用，例如水費、電費。換句說話講，租金加幅有明確上限，唔存在隨意加租嘅情況。呢啲條文係白紙黑字，唔係空口承諾，大家可以放心。簡樸房條例唔係加租令，反而係一個保障令。簡樸房條例最大嘅意義就係提升住戶生活質素。以前好多劏房住戶住喺冇窗、冇獨立廁所嘅環境，空氣唔流通，衛生惡劣，仲要同人爭用廁所，生活尊嚴當然無存。有咗簡樸房條例之後，住戶至少有86尺嘅空間，有窗、有獨立廁所、有獨立水電表。呢啲改善唔止係硬件升級，更係住戶尊嚴嘅提升。住戶唔再係被迫接受，而係有基本保障。呢個改變對住戶嘅身心健康都有好大幫助，因為一個合理嘅居住環境係人最基本嘅需要。最後要講嘅就係杜絕亂收水費。過去好多劏房住戶最痛苦嘅就係業主亂收水電費，好多時候業主用包水電方式隨意加價，甚至高於市價幾倍，住戶冇得選擇，只能被迫接受。簡樸房條例要求必須設獨立水電表，再加上租務管制，明文禁止濫收公用設施費用，等於徹底堵塞咗亂收水費嘅漏洞。住戶可以按實際用量交費，唔再被業主剝削。呢一點對住戶嚟講係最直接、最實際嘅保障。總結嚟講，簡樸房條例係香港劏房改革嘅里程碑，係真真正正回應劏房問題。初衷係保障住戶基本居住尊嚴。呢個制度性嘅改革，令劏房住戶真正享有合理、安全、尊嚴嘅居住環境。呢個先係香港社會真正需要嘅改變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